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3年一閏，好歹照轮。这句话是较早的人在讲，人的命运是3年一个运，好甲歹拢会互相轮流。这嘛是安慰失败的人，也是当地歹运的人，唔通失志。早晚也有你的时代。虽讲是3年一运，不过嘛着爱打拼，因为机会是予骨力打拼的人。无运的迄2年，咱着点点仔做，达着时机的时，生命就是咱的。总是若莫失去勇气，就有成功的一天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